台湾生产的高端疫苗伫顶月日，获 WHO 选做团结试验疫苗，即马有新的进展咯。高端表示，讲目前已经伫3个国家超过40个试验中心完成4000个受试者收案，目标是要摕到国际认证。针对进前有风声讲，咱国内民众可能是注高端疫苗才会面部神经失调，医生表示讲，目前是无证据通好来证明讲，这和疫苗有关系。 咱国生产的高端疫苗，即马阁有新进度。高端对10月26号 WHO 经做团结试验疫苗了后，即阵伫咧哥伦比亚、马里和菲律宾3个国家超过40个试验中心，已经收案完成4000位受试者，目标取得国际认证。除了即个 WHO 即个计划以外，阮其实伫个南美洲的巴拉圭，阮即马嘛临床的3期。 已经收案拢收好啊！另外，阮伫个欧洲甲迄伊嘛、欧盟的迄个法规单位，继续咧甲因讨论讲，咱嘛伫欧洲做一个临床的3期的试验。 高端副总表示，即阵台和中间当伫咧做 AC 和 Moderna 资料第2期做高端的数据，部立汤圆病院也咧做高端第3期加强针的试验，估计明年2月份之前会更有进一步的资料。不过最近传出疑似做高端了后面部神经失调的案例，医生表示，现此时并无证据直接证实就是疫苗所致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说。 打疫苗以后，颜面神经麻痹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没有打疫苗的族群，所以包括高端疫苗在内，目前的新冠疫苗都没有被证实跟颜面神经麻痹直接有关系。全世界新冠肺炎病例数已经超过2亿5千万，500多万人死亡，会将继续看加速国际疫苗分配无条文。高端表示会继续配合 WHO 的团队做试验，估计要收4万份受试者的资料，希望替全球群体免疫做出贡献。记者民警张若水台北报道。